来看咱台湾有一种安保节，分数看落是真长了，头壳顶悬青色甲乌色的花草，看落它亲像是狐狸，嘛像王爷面，所以号做是狐狸神或者是野神。后来因为真侪人咧抓，因的生态地受到迫害，数量是大大减少。林业署希望会当结合在地力量，做伙来保护这人讲是台湾上水的神啊。 台湾神的种类差不多有60种，其中身形上大的就是野神，体长会当到6公分。上特别的就是伊身躯顶的青色和白色的图纹，会当呈现出真侪种无同的形态，红叫做是上美丽的台湾神。如果我们用近拍，会看到它的背板有点像鬼脸，有人说那是狐狸，就把它叫做青头蝉、狐狸蝉。它是台湾所有蝉里面是体型最大。 然后应该算也是最漂亮的一种，所以你把它叫做红牙这个也不为过。野神大多数拢伫台湾梭罗茶的生产，5月到6月时阵升塘出现，开始一礼拜的交配繁殖。因为山林的开发和批发的采集，和野神的数量是渐渐减少。族群目前主要是分布伫中南部的山区，叫做珍稀保育类生物。 它很依赖像特定的树种会生存嘛，所以如果在早期开发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如果说这个树都不见了，那可能就会没有。林业保育署家己分署为了保育野神，伫阿里山山区收转去的林地来种梭罗茶，希望会当来扩大野神的生态地。 这里原先就是被民众占有种植茶树啦。我们执行铲除工作后收回造林。现在目前有编列这个地点有编列6种苗木，其中一种就是台湾的梭罗木，也是其中的一种啊。 目前在野神生态地区，家己分署是推动社区保育，希望结合在地力量来守护美丽野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